第102年成立的新南国小校友会，现在已经有300几个会员。为了让校友甲退休的教职人员会使联络感情，校方嘛规划校友会的办公室甲退休人员的联谊室。16号上午由校友会理事长甲校长以及议员蔡淑惠共同为这个联谊室揭牌，现场嘛来了侪校友共同见证。目前的我们的校友会的理事长是曾罗颖曾理事长。好，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在成立后的这3年，对学校有非常多的帮助。比如说教室里面的窗帘、电扇啊，还有毕业典礼的时候的学生的奖助学金，这个对学校啦都是有实质的帮助。那么我们希望今天的新南校友会的这个办公室揭牌，跟退休联谊这个会的这个场地呢，可以呢让新南国小的校友跟新南退休的老师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聚会的地方。那也希望新南校友会可以对新南国小往后的这个校务推动有更多的协助。谢谢。谢谢各位校友的支持，更欢迎校友可以能够回来继续支持我们新南国小。很谢谢我们新南校友会这几年来对我们新南国小付出很多，除了我们的窗帘还有电风扇的一些赞助以外，今天更为了我们退休的老师，还有我们新南校友会所有的校友，能够成立一个联谊室，那大家的感情能够更紧密。那当然，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刘校长也几乎是算从新南国小毕业到忠义国小，也欢迎我们的校长随时能够回来这一个可爱的联谊室，让大家的感情更紧密，让我们新南整个校友会能够更蓬勃发展。校友会为了回馈母校，嘛捐赠教师用的窗帘甲电风，甚至嘛提供毕业的奖学金。希望学弟学妹会使努力学习。校友会嘛希望未来会使有更加侪校友共同关心母校。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